始。好，咱开始哈。甘蔗店开伫边仔。台日大书店开伫边仔。好，日咱遮写日子，1644年11月14日，好天有西南风，早起 Castricum 号驶出港外，要甲所在货物送去交互 Ready 号。李罗号来靠即个栈桥，甲所在钱甲漆器拢甲落来，也要观看一寡天鹅绒。漆器是漆器啦，我毋知台语是安怎讲。这应该是无倒早啦，这要找可能困难。我看一下，我倒看着。有呢，台日大书店有收吼，漆器吼，应该我安尼读吼，漆器、漆器吼，鍍，即个是鍍漆的物件，即安尼讲，看无漆器，但是伊的漆器含即遮的漆器是毋是共？我毋知吼，我无确定。漆器是 Nurimono， 或者是石器吼，乌鲁西在具，乌鲁西在具，这是安怎读啊？好啦，我无确定啦吼，到底是鍍漆的物件，这就敢若是油漆的工具尔吼，所以毋知吼。好，漆器吼，我读着漆器，甲所在钱甲漆器甲落来吼，李落好，也要观看一寡天鹅绒、西菱、镜菱、帽仔等等的货，看即寡货物品质的粗劣吼，粗劣这个劣，我来查一下吼。我读毋着吼，读做热吼，热。我看台日大书店用到即字无？有吼，台日大书店有即字吼，读做热。有首几啊词咱来学者吼。第一个是文言音热 ，LOAT 吼热。例句写优热吼，就是好甲歹啦，优劣吼。品性真热吼，真歹意思吼。第二个叫做热质吼，因为刻伫头前爱变调变热质劣迹吼，是文言词吼，叫做歹行达恶行为吼，热质。热马就是热顶的马吼，是歹的马，热马吼 ，LOAT 热马。即个字声音其实无介好读啦吼 ，LOAT 吼，热吼，热马吼，本来是热吼，热顶就劣的吼。
是日语来吼，弱点吼，弱点、劣点吼，欠点吼。这嘛是文言词啦，其实你看拢全文言词，平常时口语其实足罕去用到即字吼，叫做粗劣吼。看到即寡好物品质粗劣，而且商人化价伤悬，因此无要甲买。今仔日有下列的准则出行或者是抵达所在好物甲人数如下：有2只高野项王打狗要去载新茶，坐10个人。有1只胖船项王厦门，有1只项王安海，再有一批鹿仔肉、柳黄甲陈，坐76个人。也有1只胖船来自打狗，载新茶来，坐有5个人。因为对最近对日本来的快艇旅游号的主管口头的报告来知影讲，议长 Elserock 将会伫本个月15号才要对日本出发，因此决定要命令 Zayed 号上慢伫本个月17或者是18号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并且要命令迄只快学船 Haswind 号或者是 Weekend Boy 号准备好，以便少坡对日本送到此地了后，就会当随航往巴达维亚。对提名的2个人当中，选出下设商务员 Lambert Haycap 接替 Edward Ox Brevis 做孤儿院的院长。这个荷兰人伫台湾有设一个孤儿院吼，我毋是第一道看到，看足侪遍吼。孤儿院有一个即个慈善机构吼。1644年11月15，这是1644年上尾一天啊吼。来读11月15，天气如同昨昏吼。台语袂使讲昨日吼，昨日就是前天吼，这袂当，这会知影吼，无你会伫咧表达上会误解吼。我来用台语大词典查者较顶者吼。我直接用汉字找这个字。读做昨日，昨日是今仔日的前一天，就是 yesterday 吼。但是呢是昨日即阵啊，昨日这是昨日吼，昨日啊，读做昨日啊，那读做昨日。其实也是爱。其实是轻声昨日，我这安尼歹册呢，毋知有无？轻声伊敢会收？无度呢。昨昏就是 yesterday 吼，昨昏是 yesterday， 昨日嘛是吼，昨暝嘛是昨暗吼，就是昨暗。我要安怎来找这个昨日呢？我用前天来找看觅啊。
因鬼舍前天。一下落昨日，我只好看册台语有各种 day after tomorrow， 毋是 day before yesterday 哦。1956台湾白话基础语句，昨日吼，伊就真正有即个轻声吼，昨 CHO 第七声昨日吼，是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吼。1973 Embry 昨日吼，我的发音应该是即个头前即个啦，头拄则讲的即个1956年即本吼。昨日吼 CHO 第七声，CHOH 第八声昨日，变做要读昨日，无伊无轻声，所以是昨日吼，昨日，是较无符合我的发音的方式吼。Marino、Embry 吼，拢是昨日，就是前天。后来1979 Marino 就改做第一声昨日。好，所以我无记毋对啦吼，我自细汉安尼讲的吼，昨日吼，就是前天吼。恁人听到昨日听起来敢若昨日吼，毋是昨日吼，是前天吼。大理大事典是安怎讲呢？我敢若查了一个落昨日，这是嘛读啊，我真正袂晓读。落昨日即个伊是昨甲日中是两个hyphen，所以是日爱读轻声。昨爱读做分调，落昨日吼，伊写讲是大昨日，等于是华语的前天。那安尼我若用 CHOH 第八声轻声日，安尼敢对？应该是无，因为拄则册台语无看到。安尼呢？无。昨日用两个hyphen。有啊啦吼。来，大理大字典是安尼写吼 ，CHOH 第八声，两个 hyphen 后壁是日吼，所以读做昨日吼，昨日呢，伊的规则叫做昨昏的前一天，就是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嘛吼，昨昏的前一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就是昨日，就是前天啦吼，昨日啦。不是昨天晚上哈，昨日啊是前天晚上哈，昨日暝是前天晚上，这一定爱知影，无真容易误解哈。那惯势讲华语的人听到安尼误解的机会是100%哈，莫误解，而且莫叫错去吼。这是台语的讲法，叫做昨日哈，就是前天。
荷兰转来日志写，11月15号天气如同昨日，车西风，快艇 Newark 号驶出港外，要甲所在赫尔姆早去交互 Brady 号。今仔日下晡，迄只边队阵 Nustra 号，应该是 Nuster， 真正拢是 Nuster 号。伫港外甲 Brady 号所载来护照落了后，就驶入去港内。快艇李路号因为已经空船了，所以就离开栈桥去停伫咧水楼上。今仔日翻译员金镇迄只撇打节船对平湖，都有注脚吼，写讲荷兰文本是甲原档拢写做对日本来吼，但是对上述有关该线路船的记载，知影讲迄只线路船是伫咧平湖失事的吼。讲翻译员金镇的迄只撇打节船对平湖载着迄只失事的线路船的数目来到遮，所以应该毋是对日本来吼，是对平湖来。然后第一批24只希腊渔夫的迄个小胖船对希腊几个所在来到此地，坐有680个人，载有下列的货物：2000个90捆的粗灰仔，50篮的面粉，1250担的盐，390袋米，6000罐麦仔酒，30担品质粗烂的地米，18担的油脂，150捆的茶棒，14小箱的金丝，220捆的铁钉铁锅子铁锅啊，铁钉拢会使，40担红色的色料甲20包空眼布。好，以上1644年结束。过来，咱继续看补充资料：1644年11月15到1645年3月14的补充资料。1644年伊是安尼写吼，补充资料关系到1644年11月15到1645年3月14号的补充资料。这是写伫一篇内底啦吼，无讲介长啦，咱就甲读。1644年12月12号，巴达维亚的总督甲议会接到拄仔东边开放的即个 Francois Garron， 所以即个台湾长官来接无偌久就东边吼破边吼，即嘛是开放啊吼，1644年11月17号一张批吼，就是伊伫11月写的批12月到吼，报告有关军队状况的消息，军队全部人数是701个吼，701个，结果进前就派300个去过人吼，派一半吼，其中513个人驻守伫日兰野城堡甲附近，其他的军人有80个伫淡水，50个伫过人，58个分派伫岛上其他的几个所在，所以上重点还是500个伫即个日兰野城遮吼，其他的淡薄仔尔吼，无到100个吼，伫淡水，50个伫过人。即个长官卡隆认为讲，无可能用搁较少的军人来互福尔摩沙占领区会当来维持秩序吼，秩序啦吼，秩序，就是讲已经真少，无可能搁较少吼，爱维持秩序嘛，爱管这遮尔宽的所在吼，搁较无可能确实去执行迄寡固定的任务吼。就是你若搁较少，就无可能去确实去执行迄寡任务吼。譬如讲，派去陆上
出征，或者是派去海上巡阅吼，这种活动吼，人伤少。巴达维亚日志，敢若这条尔吼，过来是巴达维亚日志1644到1645年荷兰文本 ，page 149到155，哦，149到155页。长官卡隆写予总督阿万迪门的这个批信，台湾1644年11月17。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应该是你讲下底是这张批的款吼。好啦，咱来看看是毋是内容是毋是就是伊写的批。好，以前咧写吼，1645年1月16号，这已经1645年吼，过长年吼。快艇 Herring 号甲一个 Weekend Boy 号抵达巴达维亚的泊船处，就是停船的所在吼。泊船处，船上的人交上卡隆写伫个1644年12月27号的一张批。批里报告几只船的活动情形，就是快艇李罗号、Kiewit 号甲 Leeward 号。该同3、4只篷船航往菲律宾的海上去抓捕、去掠查啦，去解捕希腊的商船。上设上务员 Anthony van Broeckhorst 伫个1644年12月初八吼，带领平底船，就顶个月8号带领平底船 Swartbeer 号甲快艇 Breskens 号出航前往东京，这是上设上务员带去吼，叫做 Anthony de van Broeckhorst 吼带去。伊奉命去遐和东京的国王缔结通商条约，并且去创立新的公司商馆，用来进行死的交易。伫个佛罗摩萨所存留公司的资金，包括现款甲货物，金额是140万豪盾。现在希腊的内战激烈伫个继续咧进行，因此袂当期待讲对希腊大陆会有大量的货物会当载运来交易，而且就即马当咧内战嘛吼，这个大清即马当咧即个开始咧扫动即个大明的即个残余的即个势力吼，而且希腊商人需求的货物也真少，伫个公司的货物项目中，只敢若有硫磺甲盐是例外。不过卡隆嘛希望热兰遮城还是爱拥有到遐的现款，以便通用来买一寡希腊的货物。对希腊所载来的佛罗摩萨的死，特别是受到内战的影响，差不多是拢停止载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对希腊载来的佛罗摩萨的死，迄寡奉命去骗讹抢救迄只伫个1644年10月27伫个骗讹失事的平底船 Swan 号的船只吼，平底船 Swan 号失事啦吼，我记得咱之前有读到吼，要去抢救的即个船只受到暴风的天气真大阻碍。根据卡隆所学到的经验，伫个偏湖甲台湾中间的航道，秋天非常的危险。伫个迄个期间航行的船只有真大的危险。希腊人的篷船来收摄，将来要直接根据船只大小甲配备的船员人数来扣摄。就是载重100吨以上，配备人员需要4个人以上的篷船，都要纳税予公司，因会收到后期有一段时间的水票，
水票是 water briefs 如果有芳船坐搁较侪人，就会接加出来的人就有义务每一个月缴纳所谓的这个人头税给公司。后一次该岛，就是佛罗摩萨岛的东北部出征的时间，按照计划，将会伫1645年春天开始。哇，要搁去拍东北部。好，上席上务员 Hendricks Lin 甲 Camerlis Caesar 领导整个的出征活动，而队长 Peter Boone 则指挥军队作战。该出征的目标是要去西比恩去处罚谋杀海军下士 Thomason 的凶手，并且要惩罚反叛的村社特拉罗马社甲一个瓦旦社这两个社内底有注卡，咱来看一下。Albert Thomason 伫1644年9月初7伫西比恩被台，就安尼写。迄寡出征的人同时奉命去侦查金矿的存在情形，并且要去准备东区地方会议的有关事宜。哇，东区也有地方会议牧师 Simon Van Buren 总算对伊的病完全来恢复健康，会当出发去伊新的驻留地好无人，下底有注卡看觅，可能是物件骗落啦。第三，互Van Buren 的指令是1644年12月7号伫台湾，后壁是物件骗落。好，就是这个 Simon Van Buren 会当去服务人下席上务员 Anthony Boyd 将会以政治代表出发前往南区，要去和团导 Hans Olof 同齐驻留伫大木莲。大木莲应该咧读因为伊后壁原文是塔布莲大木莲啦为着要补偿伊伫个无健康的南区会面对的危险，保伊被晋升做商务员，月薪60毫吨60毫吨各位记者薪水60毫吨。我毋知即马台湾的薪水是差不多是安怎算一般可能有3万吧，大学毕业2万5，毋知有无3万应该有，无甲3万嘛2万8敢有啦伊即个晋升做商务员，月薪60毫吨，咱算讲伊是一般，比如讲上班已经10年还是10外年的即个人一般可能5万可能有吧，4、5万有啦60毫吨，安尼算啦我嘛毋知啦，后壁厉害热兰遮城的人事也有小可调动秘书叫做 Philip Schillemans， 秘书即个 Philip Schillemans 接替Boyd是啥物人？拄则即个 Boyd 晋升商务员即个 Boyd 应该是啦伊因为被派去大木莲嘛，所以来接替伊的是接替伊做收税员所以进前收税员即嘛商务员就是秘书 Philip Schillemans 接替伊做收税员，官阶是颠倒，官阶是上级商务员，月级75毫吨这是所以这我毋知倒位毋对啦我相信是倒位写毋对啦，无可能
保育被晋升做商务员，薪水才60号盾。结果即个来接伊工课的颠倒是有可能啦，我来接伊工课，但是我升官，升官做上级商务员5级是75号盾比迄个保育薪水较济，伊是拄则升起来升做商务员。Maximilian 叫做雷麦勒Maximilian 雷麦勒我已经袂记即个人啥名读过啦，袂记保持第2位的即位，第2位是啥物？毋知议长对议长啦 ，Maximilian 雷麦勒是议长而上级商务员 Camillus Caesar 则将伊政务员继续留驻伫北区政务员 Caesar。我一直会记即个凯撒Caesar 即个人，因为后来伊是有接即个台湾长官的职务升到台湾长官。上级商务员 Adrian Van der Burch 除了担任孤儿院的院长 President 以外，上级商务员还佫担任医院的理事荷兰人伫台湾还佫有 hospital Nicassius 伫第副个，伊同等的官阶被指派做收购死甲精美好物的监督者，以及收入校目的主管，管校的啦Nicassius 第副个商务员 Gabriel Happart 被任命做秘书，出外并且担任出纳甲孤儿院的工作。上级商务员 Bocatius Pontanus 被派做负责拿草的正室正拿草就对了而商务员 Edward Oxbridge 去担任管理粗货的工作。好，人事的这调动就到这。过来是写巴达比亚日志1644到1645年，荷兰文本155到160页，长官卡隆写予总督 A. Van Diemen 的批信，台湾1644年12月27。有3个佛罗摩萨的本地人被赶逐出本岛，2个是福尔人社的邮长交予公司当局的因的社人这2个人因为偷电件偷窃罪，要互送去巴达比亚。第3个被赶到的人是淡水附近一个村社的邮长伊企图要唆使伊的属民来反抗公司就是要谋反和即寡人同齐被送去巴达比亚的人，还佫有以前的船长 Peter Knegens， 伊因为不得体的行为被免职咯。卡隆伫伊的书信的结尾讲，有658个军人登记伫佛罗摩萨的名册顶头。过来是巴达比亚1644、1645第160页，长官卡隆写予总督 A. Van Diemen 的批信，台湾1645年正月27。但是后壁随写讲这是3月1645年3月11号，快学船 Haswind 号甲卡隆速期是2月15号写予总督府的批信，早去巴达比亚。批里甲总督讲，先仔内战使得贸易严重失常错乱而且无快
无紧紧恢复正常的希望。伫北方季节期间，对神仔之间有再来少量的诗号、灰仔甲黄金。谣言四界里流传讲，官员一关就是陈志良，伫个神仔大陆即个混乱当中，将会扮演上重要的政治角色。也听讲，伫个即个大变动发生以后，伊已经用家己的经费建立一支部队、一支军队，用来协助以前的明朝皇帝的合法的囝儿，抵抗满洲政府。这是听讲的啦吼，讲伫个大变动以前，伊即个陈志良就家己经费建立一支部队，去协助大明皇帝后生吼来抵抗迄个满洲人吼。一贯同时运用伊的影响力，伫个增强伊家己的政治势力甲经济势力。为着即个目的，伊甚至向公司申请航往东京甲江南的贸易通行证。此外，伊也向西班牙人请求准伊去马尼拉访问，要去视察伫个遐的伊属下的神仔人。虽然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允准了一关的第一个请求，发了几张通行证，互伊派船去江南进行有限度的贸易，但是无论如何，嘛不准一关派船去东京。看即个谣传，安尼看起来吼，一关的势力不得了吼。迄当阵大明亡国了后，其实有法度和大清对抗的吼，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沿海者就是即个陈志良吼。但是陈志良，咱后来知影，其实伊看袂，伊轻视家己的力量啦吼，伊对家己的力量无看袂起吼，所以去巴结大清政府，结果叫敢若死伫北京吼，去互扣留伫遐嘛，做日籍嘛。啊，伊后生伫个伫个后来伊后生陈成功，咱拢知吼。好，咱继续看咧。继续看你安怎读立竿 LAMPCAN， 我看看这啥物件。第四个注脚，立竿应该指的是西南沿海一个城市，可能是指南京或者是其他所在，比如讲，这个地名我袂晓读，浪白什么物件，后壁迄字我袂晓，迄个汉字毋捌看，袂晓念，毋捌看过这个字吼。龙北，龙北毋知啥物，龙北啥？伊叫做南竿嘛吼，龙北啥我毋知。好，咱继续转来第四只讲南竿的即个官吏热兰野城当局请求允准去淡水和鸡人交易流氓的代志，已经甲伊批准咯。条件是爱缴纳先仔商人的税。岛上鹿仔的瑞甲，我来看这个瑞节，这个瑞是读做瑞吼，我记得是啦。较早捌查过看，瑞丽的瑞 ，JOE 对，对 JOE 瑞吼瑞，尖的咪就是瑞。岛上路的瑞检，互即个政府决定，今年将敢若会发364张捕鹿仔的许可证，掠鹿仔的许可证吼。伊退达永年通常的400张吼，所以减30几张嘛吼。
为着要防止落坡被完全灭绝，卡戎提议讲，将来每隔2年就禁止掠鹿仔1年，是那农夫真骨力来继续咧开垦福尔摩沙即个真肥的即个农地，肥沃啦，肥沃是安怎读啊？我袂晓。真肥啦，大概敢若用一个肥字啦，无迄个沃，沃咱来查一下，各位听我读用听半年以上啊，咱袂记诶，其实我一直咧翻译，所以读甲哩哩啦啦，有时夹夹就是安尼，就是一时仔翻袂出来，沃是鸭，但是呢，灌鸭，我看觅有啦，鸭肥，嘛毋是即个，鸭肥是动作，是动词，鸭肥。但是伊即个本身嘛有肥的意思，我看有灌鸭水加即个水就是死字，水，即个过来是伊嘛有肥甲丰盛的意思，所以肥鸭，肥鸭，所以鸭肥是毋是动词呢？我就无确定啊，因为嘛可能是倒若敢若形容词，但是是台语甲颠倒调讲安尼，鸭肥，是那农夫真骨力来继续咧开垦福尔摩沙真肥鸭的农地。虽然龙桥的君主被调换来野城，龙桥的君主啦，卡戎认为讲要缔结合约的时机尚未成熟，照伊的看法，必须要先甲迄个地区的人民来建立关系。又搁甲小琉球的5个查甫、4个查某人甲4个囡仔流放伫新港社里，最后剩落来2个小琉球人，到时阵也要对该岛来带走。小琉球游玩是以1年72号的计数拨予西那的农夫，伫北托巴哥岛，这是啥物岛呢？对字卡看一下，第5就是红头树啦，即嘛即个兰树，红头树啦，台语是无叫兰树，叫做红头树。讲伫咧托巴哥岛。红头书者会派驻一个公司的职员伫遐学习当地的语言，所以红头书的历史嘛是要到400年哦，我一直想讲这是足晚才开发的，所以伫咧兰书遐是啥？这个啥物族啊？煞袂记。即个贵族要去探查金矿，为时还阁伤早，因为北边的道路伫即个落雨的期间袂当通行。不过1个22号军队就伫咧 Cornelis Caesar、Hendrik Steen 和队长 Peter Bunn 的带领之下出发，要去侦查捷龙淡水甲鸡笼的道路，并且要去征服大武郡一带的即个地区。塔沃库第6个字卡是啥物所在？第6个字卡写讲，这是互因的指令，互 Caesar Steen 甲即个 Peter Bunn 的指令1645年1月20号物件编号安尼。我想讲伊会过说即个大武郡啥物所在，伊无讲。议会开会决定，今年北区地方会议的时间定做1645年3月初8，咱会记的3月初8，阁要开地方会议。4月4号是要开南部村社的会议，3个4个啦，
为着要踮咧北部地区来推展即个基督教，公司迫切需要搁较侪牧师甲探访团队。卡隆为着要改进经常看到的水准落伍的探访团队，伊希望家己来甄选吼，等来看这个正面读，来甄选这方面适任的人。好，我来看一下甄选这个正面来读吼。嘛有人信这个是吼，甄。伊竟然无讲人是吼，两个音，一个是金，一个是烟，但是看意思差不多呢吼。金是烧灰啊，灰气，吼，灰气嘛叫做金吼，啊，装遐嘛是金吼，转化吼，装遐，涂骹叫做金，创造叫做金。分别叫做精，吼分别，所以甄选就是分别嘛，吼分别精选，吼所以精选。好，过来读 N 呢是啥物呢？灰啊，灰气，吼装遐，相款的对象就是瓷器砖瓦嘛，吼拢叫做 N。另外是审查，吼审查啦，吼审查，免得，吼。敬敬，免得禁忌啊。表扬啊，表扬队名叫做 N。好，咱就读做精啦哈，精选哦，甄选。这个长官啊，台湾长官啦，讲卡隆讲啊，电来看到即个探访团队水准遮歹安尼吼，程度遮低吼，伊诚无欢喜。伊希望家己来甄选这方面适任的人。伊嘛巴达维亚当局要求派几个交读书写字的士兵来，吼，互伊会当派因去担任学校的教师，吼。拜托派一寡我都较会读书写字的啦，吼，我派因去学校做老师。现在已经真清楚，吼。要学习福尔摩沙的语言，对年纪较大的人特别歹学，因此长官派5个年纪对10岁到15岁的查甫囡仔，去带伫咧几个当地的村舍里去学习语言。哇！所以甲囡仔吼，10岁到15岁吼，差不多小学甲即个初中吼，安尼即个囡仔。派去当地村舍去学语言吼，哇！其实10岁到15岁已经有一点仔困难了吼。故意嘛是，你毋知我是10外岁才，就是小学毕业才开始学英语的，我知影讲，阮即下呢，足侪人英语是学袂起来吼，10外岁是学袂起来吼。伊计划要派8个查甫囡仔去加入即阵学习当地语言的人的行列。8个，拄则讲长官派5个，啊，即摆佫派8个，佫计划要佫派8个是，啊是讲本来按算派8个，即摆已经派5个，吼，毋知啦吼。卡隆为着要安定欧洲，吼，即个欧洲即个人格的价值，吼，为着要安定即个价值，伊建议以后要尽可能防止用即个工价来变更即个文革啊的即个成分的代志来发生吼，讲毋通无即出的啦吼。伫咧总督府提请的即个福尔摩沙年度订单内底，包括请求来互因医药甲玻璃通。为了政府人员甲神职人员经常爱去岛上各处去巡视，需要搁较侪马。哇，迄当阵有马啊吼 ，OK。好，以上。
这是补充资料啦吼。补充资料过来就是3月15号啊吼，1645年直接就跳对3月15号啊吼，1644年12月已经烂过啊，结果即马搁1645年搁直接跳对即个15号，等下我讲啊，日记台湾日记知识库，我来点一下1645年是毋是对3月开始？咱了写日志点落去了后，来选1645年。1645年看起记诶无讲介侪吼，确实是对3月一直记到11月安尼吼。内底若无藏其他诶日记啊吼，应该是真紧就读过。好，咱今仔日来读到遮，我看觅啊，日记。秩序我是读毋着，读做秩序吼，读做秩序我一直读毋着吼，秩序。好，秩序好，好安尼，咱到遮吼，咱倒来关房，感谢各位。